迄时，我的兄弟一人名叫哈拿尼，甲几若个犹大人来，我对因问到遐个逃脱的犹大人，就是受掠的中间所剩的，甲耶路撒冷的代志。因甲我讲，遐个受掠的倒来所剩留地的人，伫心内拄着大患难，受凌辱。搁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复火烧落去。我听见这个话，就坐伫梯口悲哀几若日，应遮祈祷伫天顶的上帝的面前。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诚做我异象”。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开始读《尼希米记》这本的册。我想伫咱的一生中间，伫无共款的时期，咱拢会想着讲，我家己将来道路，我要做甚物，我要安怎做。亲像咱伫无共款的时期，咱伫青年时期，可能会想讲，我要考着甚物款的学校，我要食甚物头路，我要趁偌济钱，我要生几个囡仔。伫咱年长的时，可能咱会想讲，我要安怎来安排我遮个年老的生活，甚至讲，我会想着讲，我以后要用甚物款的个别式。我要安葬伫倒位，我要待伫倒位，咱拢有咱的计划。但是对伫关系上帝的代志咧，咱敢有想过即世人我要安怎做来亲近上帝？要安怎偌久将一本圣经来读完一摆？我要安怎带领人、其他的人来认捌耶稣？也是我服侍的目标是甚物咧？真侪人认为讲，这个代志，当我人生的后半场，当我人生所有的正事拢办完了后，我才来想。但是实际上，当咱行到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咱就想要休困，也是因为健康的因素，也是其他咱想要做的代志，搁走出来，所以上帝的代志也就安尼搁放伫边啊。但是咱敢有想过，上帝的代志嘛需要计划？嘛需要咱用时间、用头壳来记忆的咧。亲像伫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有讲，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人拄着就藏捌伊，因为欢喜才去卖一切所有的，来卖迄区园。搁天国亲像生理人找好的珠，拄着一粒不知值钱的，就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伊。伫遮，互咱看见。虽然咱诚做基督徒，咱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来得到救恩，即个免费的礼物，但是耶稣所讲的这话，嘛，互咱知，天国是咱爱尽一切努力、想尽办法，甚至是好到愿意放下一切其他的物件来去得到的。所以基督徒毋是洗礼就已经摕到天堂的入门票就够额。做基督徒是咱一生的呼召。亲像咱就亲像是走运动场，伫遐努力跑走，但是毋是甲别人比，咱要走的是咱家己的路。当咱忠心走完，主会伫路的尽头伫遐等候咱，学落咱是好搁尽忠的路幕。所以上帝的代志毋是交互牧师中级当工就好，上山教会嘛毋是即间起造伫辽河街105号的建筑物那尔。咱每一个信徒拢是教会非常重要一部分，所以咱才会透过咱做伙敬拜，咱才会圣经教育课程，咱训练祈祷，盼望会当起造是健康的基督徒，进一步，互咱的教会诚做健康、有耶稣生命力的一个教会。所以今仔日开始，咱对尼希米记这前几章，咱做伙来学习。尼希米伊带这以色列人起造城墙，保护耶路撒冷。咱嘛来起造咱的性命，甲咱的教会，互咱的心会当伫即个真黑暗的时代，会当坚固，会当勇壮。首先，咱来认捌尼希米即个人。第一节，互咱一个资讯，就是哈加尼亚的囝尼希米的记录。当20年，基斯流月，我伫苏珊学王宫。奇怪哦，一个以色列人哪会伫国外邦人的王宫咧？原来迄当时以色列已经亡国，因规个国家互灭去。这巴比伦王将耶路撒冷
伫以色列人中间，才会精英带到巴比伦，所以渐渐才会受掠以色列人就安顿落来，有诶嘛开始担任政府诶要职。后来巴比伦互波斯拍败，波斯诶几啊个国王伫主前差不多450年诶即个期间，允准遮以色列人开始转去耶路撒冷。所以咱会当伫咱诶旧约、以斯拉、尼希米这2卷册会当看见遮个记载。尼希米记是用尼希米本人来做第一人称，所以即本册是伊写诶。尼希米名诶意思是上主安慰，但是尼希米伊毋是一个宗教诶领袖，伊伫波斯诶王宫是专门服侍国王啉酒诶代志。因为当时诶国王惊互头死，所以有酒政即位替伊先试啉所有诶酒，所以做酒政诶是王非常信任诶一个人。但是咱看见尼希米无因为担任政府真重要要职，就袂记咧伊家己诶身份。虽然伊真做是个真重要诶官员，生活真好过，但是伊清楚这毋是伊一生要领受诶呼召。因为第一章内面有几啊摆称家己是上帝奴仆，但是一个管理国王啉酒诶人，伊哪会想到伊要转去耶路撒冷去遐修理城墙咧？城墙倒坏，甲伊一个酒政有啥物关系吗？请咱回想前几礼拜诶讲道有提到上帝诶呼召，咱伫超找上帝心意诶时，仰望上帝会用真神奇诶代志来呼召你，上好互你看见什物现象是你平常无看见诶。但是迄是少数人诶经验。咱爱留心诶是，上帝伫平常时对你诶讲话，只要咱亲近上帝，跟对伊，上帝会将将来爱你做诶代志，开始一点仔一点仔藏伫你诶心内，互你去关心。互伊对即个世界诶心意，也渐渐成做你诶意向。所以咱来看上帝安怎互尼希米开始产生伊要转去修理耶路撒冷城墙诶意向。上帝无突然间出现，甲伊讲话，命令伊转去耶路撒冷。上帝是透过伊诶亲族来向伊讲话。所以伫今仔日诶经文有讲到讲有几啊个对犹大地来诶亲人。来波斯找尼希米，所以尼希米真自然甲伊问起故乡诶代志。遮个人甲伊讲：“哎呀，转去耶路撒冷诶遮个人过甲非常诶辛苦，因受别人欺负。会互别人欺负是因为啥？真主要原因是原本迄个城墙失去保护啊，因诶城墙倒坏啊，所以因无法度来得到保护。”原本修理城墙，甲尼希米无任何关系。伊已经离开耶路撒冷真久，伊已经伫国外有真好诶生活。但是透过伊去真实了解即个情形，伊付出关心，上帝就开始将即件代志藏伫伊诶心内。所以，咱要对一件代志有意向，就是咱爱对关心开始，咱爱去看见。咱看耶稣伫传福音的起头嘛是安尼，伫马太福音第9章35节甲咱讲，耶稣骗行遮个城遮个乡舍，伫因的会堂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逐样的症头，逐样的病痛。伫遮咱看见4个动词：骗行、教示、传、医好，互咱看见耶稣伫遐行，毋是无目标伫行。伊毋是凊彩看，伊是看人的需要，伊真实去感受，伊去体会世界的罪，甲人受的捆绑。然后耶稣做出性命关怀，伊用真理、用医治去帮助人脱离苦难。所以看见非常的重要。但是咱的眼界有限，咱若无积极、无突破去看。咱就干那会去看咱家己有兴趣的代志，所以这嘛是咱拜三祈祷会，也是礼拜日的讲道，会替一寡国家，也是宣教师祈祷的原因。
其实有诶国家咱连听拢毋捌听过，这宣教师嘛毋是咱教会派出去诶。但是透过咱关心诶第一步，就是去了解因诶现况，知影因诶困境。这个国家、这个宣教师就开始甲咱产生结连。虽然咱会当做诶真少，但是咱诶祈祷较会当真做支持因诶一条线，将因牵调伫主诶面前。过来第4节有讲，当尼希米听见这同乡诶讲起耶路撒冷诶情况，伊非常悲伤，坐伫遐啼哭，悲伤几啊日。这非常奇怪，伊人伫王宫，伫其他诶国家，但是内心却会为着远远诶故乡伫遐悲伤啼哭。这若毋是上帝异象已经藏伫伊诶内面，伫遐布艺，伊哪有可能有遐尼大诶悲伤啼哭咧？其实耶稣传福音诶时嘛是安尼，当伊遍行乡舍，伊看见这诶众人，就可怜因为因困苦四散，亲像羊无牧者。兄弟姊妹，异象要藏伫咱诶内心，毋若是咱目睭爱看见，嘛需要咱对生命有真实诶认捌，甲深刻诶听。伫中国诶北方有一站是落真大诶雪，所以真侪羊仔囝就安尼寒死。这羊仔囝诶尸体待伫雪内面，就一个记者去甲采访，又看见一个老诶牧羊人抱一个羊仔囝坐伫蒙古包。所以这个记者就问这个老人讲：“哎呀，你诶损失有偌大咧？”这个老人讲：“伊所有诶羊仔差不多拢死啊。”记者佫看伊抱即只羊仔，就讲：“哇，你即只羊仔囝真高水哦。”老人无讲话，继续望伊所抱诶迄只羊仔。记者甲问讲：“安尼即马你生活敢有拄着困难？”老人回答：“阮遮物件已经拢无啊。”记者真自然应讲：“你会当将你即只羊仔杀死来食？”这个老牧者哭出来，伊抱着伊的羊讲：“即个是我的命，我哪会当将伊杀死来食？”对于牧者来讲，羊毋是一只动物，甚伊愿意用伊的性命去保护，是一种生死与共的关系。所以耶稣嘛用牧者甲羊的关系来比喻伊对咱的疼。好亲像伊有100只羊，其中一只走袂路，100只内面一只走袂路，损失毋是真大嘛？但是这个牧者愿意将其他羊仔安顿好势，伊就千辛万苦去找迄只迷路的羊，找到了后非常的欢喜。耶稣嘛非常疼咱，伊嘛是安尼疼咱。伊是造物主，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一只羊会迷失，对伊来讲无算什么，但是伊用安尼的比喻来甲咱讲，伊愿意找着咱每一个人，伊嘛愿意为着咱每一个人来死。19世纪伫中国传福音40几年的戴德生牧师，伊捌讲：我若有1000英镑，中国会当全部摕去；我若有1000条的性命，绝对无留一条无互中国。伊会讲安尼的话，毋是伊去上宣教课程了后的心得感想，嘛毋是伊看这宣教书的大道的批了后所讲出来的话。这个牧师伊是实际去到中国，深入中国百姓的生活，伊知影即群人需要耶稣，所以若无对伊宣教的所在有遐尼深刻的认捌甲了解，伊是无法度领受安尼的异象，伊嘛无法度讲出即款充满疼的话。所以当咱搁较去理解、关心上帝的事，异象甲热情就会伫咱的内心来成长。伫500多年前的10月31号，马丁路德伊发起宗教改革。伫今年的10月31号，咱的教会嘛有一个重大的决定，需要咱共同来参与。
就是伫迄天，咱要召开临时会员好会，来决议敢要伫原地来登起咱的教会。今仔日的周报内面，咱会当看网络的周报，有一页会当来有一页会安尼会说明。咱伫会后有需要兄弟嘛，会当伫1楼，会当摕转去看。咱会当慢慢啊看。伫看的时，咱可能会产生真侪疑问，但是咱先透过看这资料，来对这项事产生关心。当咱关心，上帝就会将异象、将热情放伫你的内面。你嘛袂感觉这项事甲你无关系，因为咱会当坐伫遮做礼拜，就是伫40几年前、50年前，有一群信仰的前辈，因勇敢做出安尼的决定，所以咱才会当有今仔日这间教会会当坐伫遮。但是今仔日2021年。这个任务要交互咱，换咱来替后一代来承担这个任务。我相信咱兄弟姊妹，咱拢盼望讲，咱会当替咱的后生查某囝留厝，互因住，盼望因毋免遐尔啊辛苦。咱是毋是嘛愿意，互咱信仰的后一代有安尼一个信仰的财产，互因会当伫无挂虑的情形下面？继续伫即个基地勇敢地啊传福音。当然，这是一个真艰难的任务。甲尼希米转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是同款的困难。但是咱来看尼希米，伊是安怎开始异象的第一步。当尼希米了解同胞甲故乡真实的状况，伊发觉伊无法度做甚物啊。伊啥物拢袂当做啊！伊唯一会当做的就是啥？交托互上帝。但是交托互上帝，毋是啥物拢毋做，毋是干那坐伫遐等。第4节甲咱讲，尼希米听见遮个话，就坐伫遐低头悲哀几啊日，敬谢祈祷伫天顶的上帝面前。尼希米低头悲哀，敬谢祈祷。伊对耶路撒冷的城墙有极大的负担，伊开始祈祷。所以咱看伊的祈祷，伊一开始是祈祷是阿罗上帝伟大，伊伫遐讲天顶的上帝，至大通敬畏的上帝啊，守约行仁爱，甲疼伊尊叹伊的诫命的。尼希米一开始的祈祷，毋是伫遐求讲上帝啊，阮的故乡哪遐尔啊可怜。一开始是伫遐学乐上帝，伊知影头前的路虽然真艰难，伊嘛知影伊毋知要做啥物代志，但是因为伊认捌上帝的信息，伊知影上帝的伟大，所以安尼认捌，互伊产生信心，互伊有气力。伊长期伫国外，伊受了到国外，伊敢有可能？有办法伫圣殿内面敬拜，无可能。但是咱看见尼希米是一个伫外邦的外国人，伊是安怎伫外邦维持伊对上帝的信仰的？伊无所在通敬拜哦。咱看见伊安怎？伊坚调上帝对伊的祖先摩西所讲的话。所以虽然因即时奉别国。但是尼希米相信上帝的话袂受到时间、空间来改变，所以用上帝互伊列祖的应允来祈祷。接续，尼希米开始做认罪的祈祷，伊无将以色列的灭国受掠到外邦的责任撒互巴比伦、撒互波斯，伊嘛无怪上帝无公平。尼希米知影以色列人会行到即款的地步，是因为因犯罪得罪上帝。毋但安尼，伊嘛无将家己排除伫罪的外面，伊看家己嘛是犯罪共同体的一部分。所以对尼希米的祈祷，咱会当知影，祈祷毋是咱不断向上帝求讨，讲上帝我要爱什么，反倒咱爱大声面对，并且解决家己罪的问题。咱来看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14节，是耶稣伫遐对比一个法利赛人甲一个抽象的人的祈祷。
法利赛人安怎祈祷？法利赛人讲：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嘛无亲像迄个抽象的，我一礼拜禁食2摆，搁将凡所得到的10分抽1分。咱看伊的祈祷一开始是啥？感谢上帝，有够敬虔的。但是伊规个祈祷拢是安怎？伫抱家己，规个祈祷几啊摆提起“我”即个字。伊将感谢上帝当作是一句习惯的用语，套入去伊的祈祷的内面。但是实际上，伊并无将荣光归予上帝，伊是将荣光归予家己。教父奥古斯丁伊捌讲过，即个法利赛人，伊讲，伊就讲，伊好亲像来到医生的面头前，本来应该向医生讲出伊所有的病情，但是这是伊应该做的代志。但是伊毋若是隐瞒家己的病，搁因为别人的病来欢喜。告诉另外一个抽象的，会祈祷较非常的无共。即个人连头牙拢毋敢牙起来，伊伫遐讲：上帝啊，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伊伫上帝面前认罪。当咱来到上帝面前，咱爱谦卑。爱谦卑是因为除了罪，咱什么拢无。17世纪的天主教的修道士利古里伊嘛讲，一个好的认罪有3项代志是必要的。第一是审查咱的良心、忧伤、甲决心、甲罪离开远远。所以认罪祈祷绝对毋是伫口头承认我家己是一个罪人，毋是家己忧伤我是一个罪人，我犯罪罪。咱爱离开原本的方向，转往上帝的方向。咱来看即个尼希米祈祷的落尾，伊伫献上感谢、懊恼、认罪的祈祷了后，伊求上帝，互伊会当伫波斯王的面前行通，得到稳定。伫伊祈祷线，上帝互伊一个方向，就是互伊知影，伊会当领受即个真重要的纠正的即份，是去要为着上帝，是要为着以色列人做一寡代志的一个机会。所以伊求上帝，互伊会当伫王的面前受看重。这毋是为着伊后来的前途，是为着上帝互伊的意向。所以咱看见祈祷就带出行动。尼希米毋是为着拭去伊的悲伤，也毋是想要得到安慰才去祈祷，伊是求上帝赏赐互伊智慧，指示伊头前的路。所以兄弟姊妹，搁转来一开始，我问咱的问题：关系上帝的代志，你的意向是甚物？意向毋是圣经的人物，嘛毋是教会服侍同工的代志。上帝意向是要互所有的人，包括你，因为伫约珥书第2章28节到29节有讲：了后，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互凡有肉体的，伊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老人要得到名望，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伫遐个日，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罗卜鲁比。伫遮讲甲非常的清楚，异象毋是某一寡人的专利，异象嘛毋是神秘的，人看无的。异象是上帝透过你会当明白的方式，伫你的生活内面要互你看见的。但是上帝互咱的意象是甚物？其实规本的圣经拢指引一个意象。当耶稣伫各乡舍伫遐查看见真侪人亲像无牧者样，耶稣怜悯遮的人，然后伊对学生讲：通修行的是多，做工的是少，所以恁着求园主别工去甲伊修行。耶稣互咱的意象是一个真具体的意象，就是遐个上千上万的人，因要袂入目子的人。耶稣互咱看见，遮个人好亲像已经熟的遮农作物，但是需要有人去甲因传福音，需要有人将因带入来上帝国。
若无，因有可能亲像无人修行的作物，就安尼腐烂伫田的内面。但是问题来啊，愿意去修行的人真少，这对主人来讲是非常迫切着急的。所以耶稣伫每一个时代，仰望咱每一个基督徒，伊互咱安尼一个呼召，仰望咱会当将安尼异象看做是咱个人的使命，仰望咱毋是独善其身，咱信主就好啊。咱会当互主差遣，来为着咱身躯边遮还未认捌耶稣的朋友的灵魂来担忧，并且咱所领受的即份，嘛会当互主来差遣，嘛互主来使用。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敢有领受到即个异象啊吗？想看觅伫你身躯边的遮亲人朋友，你会当甲因做伙佚佗啉食，但是你较无将耶稣传互因，安尼互咱亲像耶稣吧。行入去遮人会内心的世界，去看因真实的需要，然后伫因的内面，伫因的需要内面去服侍因，仰望咱会当回应主互咱的呼召。伫疫情的期间，咱的同工也完成一支的影片，叫做《爱的真理》。这首诗歌咱拢真熟，咱拢会晓唱。所以等一下，咱透过这个影片，透过这首咱真熟的诗歌，咱做伙来思考，咱是毋是对人有真实的疼？这个疼，互咱敢愿意将主互咱的异象，透过咱会当进入因的性命。咱做伙来看这支的影片。爱是很久远。